国立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向劳动部发展署分家人分署以及高屏澎东分署申请计划通过，办理 AI 数据分析甲智慧应用人才培训班，以及科技美容保健营销人才培训班，分别伫台南大学、树德科大以及华德公家等地开班授课，教导民众学习一技之长。产业新尖兵示范计划是承接劳动部的2个案子哈，那预计在9月跟10月会开办。那我们这过去啊，在去年的时候也曾经开办了3个计划，那也成果卓越，也希望16至29岁的年轻人啊，能够参与这次的课程。那我们预计啊，会在台南大学这边，然后以及高雄的华德公家以及树德科大，我们安排了一些术科跟学科的场地。活用了很多一些技术啊，然后很多的一些课程，希望能够让同学们能够好好的学到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就业发展。科技美容保健营销课程的部分是由景星生技公司规划承办，学科课程包含营养学、法规、沟通等等。另外，在术科方面，也有安排专业仪器操作、生技产品运用以及社群媒体行销等课程。这次课程结合那个我们医美的产业哈，那最主要我们有培训一些像美容顾问师，还有一些产品的行销的管理师，还有皮肤的健检的管理师，所以我们是以管理为导向，那管理来带入到那个我们行销的部分哈。那我们这次也结合我们双子星的媒体电视啊，进去里面做一些实务的一些媒体行销的一个规划实务的训练哈。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也有在实习参访的部分配合我们中友的来书咖啡厅里面的一些门市的一些训练。还有门市一些咨询的管理，那未来对于这些我们年轻人，他们在我们的门市里面，他们要介绍客户来做咨询的时候呢，就比较能够方便让他们在这个训练里面得到一些实务的部分哈。那最主要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轻松的学习，然后实务的学习，然后配合我们这些门市的部分呢，来让他们在未来的就业，或者说他们未来想要做创业，都是很好的一个门市的一个实务训练。AI 数据分析甲智慧应用人才培训班的上课日期是9月13到11月9号，科技美容保健营销人才培训班上课时间为9月28到11月14，而且只要是15岁到29岁4青年，就当申请免费上课。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